花莲的马太安溪桥去予大水冲断去，交通单位早起有过去勘查。10月15就会先抢通一条暗坑便道，所以才搁起第2阶段的钢铁便桥。也若是全新的桥，就要等到后年116年才起会好势。新桥的标准会，新桥防大水的标准会有关到200年。大型的机构甲大涵港再去现场继续赶工课。经济公路局规划抢修3个阶段，虽然第1阶段涵港便道有工期较短的优点，不过敢若会当做紧急的方案。第2阶段会搭钢铁便桥，已经确认路线较工法，钢铁便桥桥面下底会比原底桥较悬1.5公尺，明年1月底进行通车。第3阶段长期中建方案会伫115年年底单线双向通车，116年全线改建完成。2015年底单向桥梁通车的时候啊，它是先做一侧，先开放让南北来往的就走这一侧，然后它再做另外一侧的桥梁。116年的年底应该会完成。测以现场清土刷的量，目前已经到9861栋。公路局工程人员去马太安溪溪埔地势较低的所在会勘，嘛设置水位监测的设施，监控便道通行安全。交通部讲，未来伫原地所在中间的马太安溪桥，防做大水的标准加倍，提高到200年的标准。土木专家指出，附近的车路嘛要做伙考虑在内。如果要变桥，等整个桥面可能会提高提高周边的道路跟桥要连接的道路，要成为是跟着去配合这需要多花一点钱。学者认为讲，200年防大水的标准，伫先进国家内底已经算是真悬的标准，工程的经费嘛会大大增加。附近对外的车路，这标准嘛要做伙提升。不过上界重要的，也是要回归到灾害预警的机制，避免类似的悲剧搁一届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